嗱，咁屬狗整體運程嚟講咧，今年有帶到太陰星同地解星嘅。咁嗱，之前講過太陽星啦，咁而家講太陰星嘅話咧，其實個力量都係一樣嘅，一樣一個貴人照顧嘅力量嚟嘅。但係太陰咧就偏袒於女人貴人嘅，即係女性貴人嗰方面啊。所以屬狗嘅朋友記得今年入邊咧，若然有啲咩事情要化解啊，或者要解決，若然自己解決唔到嘅話咧，不妨試一試喺身邊即係女性嘅朋友、同事或者女性上司嗰方面咧，提出自己嘅難題，因為機會率人哋幫到自己嘅機會率會比較高啲嘅。咁屬狗都要帶到所謂一個地解星，咁地解星嘅意思你就話咧，好多時候咧就係先苦後甜嘅意思嘅。咁屬狗可能上半年會覺得咧樣樣嘢都好，可能都會係比較辛苦啲嘅，但係就唔需要擔心啦，因為嚟咗嘅下半年嚟講咧，所有個運作嚟講咧，都會事事順利，大事化小，解決到問題嘅。所以一定要上半年嗰方面加倍努力，就千萬唔好咁容易去放棄嘅。